很多准备参与贵金属投资的朋友都会问到：金融中国可以放心开户吗？今天就从几个核心维度跟大家讲清楚。判断一个平台，首先要看合规资质。金融中国是香港黄金交易所 AA 类084号行员，拥有多年行业运营积淀，遵循交易所的各项合规准则，资质信息可查询核验。平台每一笔交易都会生成专属交易编码，方便投资者核对交易记录，交易过程公开透明，同时配备完善的资金管理机制，多终端支持登录操作，还提供模拟账户，方便新手熟悉盘面规则。开户可以走官方正规渠道，按照指引提交资料完成审核即可。建议大家开户之后，先用模拟账户熟悉市场，充分了解贵金属市场特性，再结合自身情况开展交易。总的来说，选择平台优先看重合规资质，同时自己也要保持理性投资思维。温馨提示：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。